在1896年創立的台南病院，透過珍貴的影片，要共同來回顧100年來作為公立病院守護民眾健康的歷程。更要緊的是，在傳承當中創新，幕後醫療不只是治療，更是公益加社會責任。30號病院的濟濟貴賓加朋友的見證，正是為130週年慶生，期待台南病院有特色醫療。在我們台南醫院，首先小心連心，深耕在地，再創100年。把一個特色做起來，不用當第一啊，當唯一就夠了，當唯一就夠。這大概是對歐院長對台醫院一個很大的期許啊！在歡樂的慶生會後，病院整合泌尿科、影像醫學加社區健康促進等資源，嘛正式成立攝護腺中心，來積極推動攝護腺癌篩檢計劃，甚至由院長、副院長等滿50歲男性主管帶頭抽會，響應 PSA 篩檢，宣導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的成效。我們從去年到現在總共篩檢5144個，那我們發現，這個指數高異常，然後轉來我們台南醫院做一些切片精準的切片診斷，那我們總共發現有53位的一個攝護腺癌，攝護腺癌都是晚期發生的，那我們篩檢確實可以早期發現這些病人，讓他們早期診斷，然後得到早期治療，那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，建立我們台南醫院的攝護腺癌中心，讓這些病人可以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，進而達到我們健康台灣的一個目標。攝護腺中心嘛引進上新的機械手骨，透過3D 影像放大視野，會當精準測度位在骨盤內的攝護腺，同時抗脆小、恢復緊、降低副作用。這款對篩檢到治療一體化服務，正是智慧醫療加社區健康新的未來。其實只要抽血，那我們就可以檢驗血液中的這個指標，那可以及早的去偵測出這個攝護腺癌。那同時呢，攝護腺的中心它有非常好的機械手臂，可以做精準的這個切除哈，所以可以帶給我們男性的這個長者更多的這個健康上的照護。台南病院經過130年的日子，未來將持續結合醫療專業、智慧科技以及社區照顧，共同邁向後一個100年。台南新聞阮芷採訪報道。